Wiley 最近喺活動上面透露自己單身啦，不過聽講你身邊好多踩板嘅男仔嘅，點解唔揾翻個啫？冇，我唔會喺我嗰啲朋友入邊揀男朋友咯，因為雖則係好有型，但係好似容易又受傷啊嘛，係咯，咁容易受傷，如果做即係同人哋拍拖，我會好擔心噶嘛，唔想自己下下咁擔心。咁好啦，舊嘅你唔中意，而家有時間啊嘛，識翻啲新血咯，應該都有啩。多咗時間去玩，會識到好多好靚仔、好大隻嗰啲朋友咧，但係又知道自己冇機會，即係大隻但係又冇機會。點解冇機會咧？即係當一個夜場裏邊，我唔知咁樣講，即係去基巴蒲啊、食啊嗰啲咧，呢個覺得好睇得㗎。係啊，我覺得安全啲啊嘛。會唔會突然轉站㗎？係啊，你型男你又唔算。我睇下，我會轉，即係點講咧？可能未遇到咯，我都唔介意對方係女仔。其實，如果即係人哋嗰啲5億招親招到去我身邊嘅，咁我可能都會㗎，我唔肯定啊。係啦，即係最緊要人夾人要啱咯。